错，这里是澳门。无论你身处祖国的何方，总有一条看似熟悉的小巷，而这样的小巷中，通常都会有个街边排档。8点不到，街边的座位已经相当紧俏，排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。等待的人心情很狂躁，缩上骨头的人脸上浮现一丝微笑。坐在这里吃了5年左右的，最多只能算是实习期。10多年前啊，差不多20年了。10年8年的也不敢自称是老司机。在这里3个月已经几7年了。眼前这位笑不离口、酒不离手的大哥，正是星际大排档的 COO 老林。而旁边这位对事态表示严重关切的老太太，才是排档 CEO。星际的名号正是来自于他的先生。街边排档，卧虎藏龙。威尼斯总锤啊，大厨啊！1年前正式下海之前，林大哥是威尼斯人酒店的一名大厨，龙利鱼做成避风塘口味才算过关，乳鸽表皮必须酥脆才叫到位。在林大哥的带领下，街坊四邻消费升级，排档中散发出了一丝优雅的气息。而这些终归是小打小闹，论到排档的头牌，还得是店里的羊腩包。在这里，人们更习惯称它为打边炉。这边的人普遍喜欢吃一些清甜的东西，对，原汁原味，一点点辣，微辣，合我们澳门人的口味。澳门菜受到粤菜和葡菜的影响，追求本味，但也极具复合的滋味。羊腩包的绝佳蘸料是白腐乳和柠檬草的组合，羊皮劲道，羊肉绵软，入口微咸，但绝对入喉回甘。多每个盐啊！为了使羊腩包保持可盐可甜的诱人身段，林大哥过上了苦行僧般的日子。如果你是一个老澳门，你一定知道竹湾山上的泉水有多甜。虽然安上了水龙头，有人觉得没那味儿，但这并不影响水质的柔软甘甜。这里的水啊，很甜的，很清甜，因为打了100多米芯下去，这个泉水打穿这个水源，啊，就供上来了。哦，走了啊，你慢慢的，走。每天10里山路40斤水是林大哥的必修课，也是羊腩包能够回甜的秘密之一。澳门原材料十分紧俏，想在这里买到硬货，道上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。哇，好大條啊！硬货提前3天预约，凭證領取。3056係嘛？可唔可以幫手攞出去嗰度啊？時間是林大哥最大的敵人。打水、買肉、挑魚都得自己完成。这对于一个在酒店待习惯了的大厨来说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脑子里还要盘算上澳门拥堵的交通，才能在第1缕夕阳照进牧羊巷的时候，准时拉开排档的大门。无论时间多么紧迫，拜完了5路大神，今天才算开门营业。大火燎去细毛，顺带收紧羊皮，增加咀嚼快感。烤下香好多了。切块后必须保证每块羊肉皮肉俱全。炒制的过程无油无水，更接近于烙，可以耗去一部分羊油，口感更加焦香。
马蹄和甘蔗，干凉滋润，是羊肉的绝佳搭配，也是羊肉回甘的第2个秘密。眼前这位大爷，今年90，星记的名号正是来自于他。排档董事长，如今已经退休在家。1960年，60年啊。他说60年的时候没有粮出给他了，他要生活，所以后来呢就买一个车子推来这里就开始做了。我有好多人落嚟嘅，睇我。50年前，老人到澳门讨生活的时候，遍地大排档，如今只剩下最後4家。外人咧唔係外，啲老婆仔女。都可以做，佢唔肯做咧，咁啊就沒有了，政府收翻了。排档牌照只能传给直系亲属。阿星的女儿们都在博彩业工作，不愿接手。也许，随着一代人的远去，澳门大排档会变成只属于一部分人的独家记忆。夜晚如约而至。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情绪涌向大排档。林大哥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工作间隙把自己藏在人群中间，看着每个人各怀心事。不惑之年辞去工作重新开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勇气。推广这个澳门的美食啊，美食城市，那我们不要这样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帮这个原来的老板一起做，把这里发展下去。排档很小，所有人只能拼桌而坐。迷离的夜色和被迫靠近的物理距离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。好多时间一个人来啊，来了，他们连起来就是朋友啦。大家下次来一起喝酒啊，一起吃饭啊。心事很大，围炉而坐的陌生人被热气融化。大家最重要是大家坐下来，大家吃一餐饭，大家聊一下天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，就是这些热情，这些所谓的热情是很多地方找不到的。现在也很少这个，好像这个店单一样的了，在这里的气氛呢就比较好一点。妻子下班后匆匆赶来，料理起大排档，熟练得不像外行人。即使是丈夫如今沦落街头，也难以掩饰她眼中的浓浓爱意。上水中了，没意见，他开心就行了嘛。在后面就默默去支持吧。我老婆也私生就是很大的，现在陪不到家里了，很少。排档忙碌，夫妻2人无暇交流，不需要流于表面的言语，是中年人克制的爱。这个等待丈夫回家的背影，是大排档夜晚最美的风景。